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 Fish， 今日嚟到深圳呢一邊洗牙，朋友極力推薦我呢一間德貝美口腔，話醫生嘅技術好好，洗牙又好乾淨喎。咁我而家已經到咗呢度啦，入去諮詢一下。入到嚟呢，覺得個大堂呢係寬敞明亮噶，裝修都係比較簡約大氣，營造出一種優雅別致嘅氣氛，有一種令人放鬆心情、減輕睇牙嘅恐懼感啊！佢哋仲連續5年獲得醫療質量評估 A 級，要求喺1年內冇醫療事故同零投訴，係好難獲得㗎。而家我填個資料就可以安排醫生幫我洗牙啦。等醫生嘅期間呢，我都係兜咗下環境嘅。呢度真係好大啊，好多間診症室，基本上都係1對1嘅服務，都係見到人流量係非常之多㗎。呢度仲有專門嘅一間休息室，佢配有電視、雜誌同埋零食，亦都有宣傳嘅資料。咁等待嘅期間呢，可以了解多啲口腔嘅問題。行到呢邊都係有一個休息區嘅。咁呢邊我發現呢，全部 sofa 都係統一㗎，全部都係嗰種好柔軟、好舒服嘅。而且呢，工作人員就喺隔離，隨時都可以為患者提供服務，真係諗得好周到啊！呢度係無菌消毒房，透明玻璃隔住，客戶都可以見到嚴格嘅操作同埋無菌嘅消毒過程嘅，確保安全衛生。治療室配有各種治療工具同材料，取用都非常之方便嘅。而家喺我面前呢個呢，係佢哋嘅院長賴院啊，佢嘅種牙技術好犀利㗎，成功完成咗上萬例種牙手術，睇佢咁多感期就知道好犀利啦。洗牙前要簽一個洗牙同意書，醫生要了解清楚有冇過敏史、身體嘅狀況，亦都會話俾你知出現嘅風險。冇問題嘅話呢，就可以簽名洗牙啦。嗱，呢張圖嘅牙齒唔係我㗎，千祈唔好誤會，冇咁黃㗎。醫生會喺你面前準備好洗牙嘅工具，俾人哋嘅感覺都係非常之乾淨㗎。好啦，我而家要戴上一次性嘅圍兜洗牙啦。而家洗牙只要係我嘅粉絲過到嚟德貝美口腔呢，都係可以免費洗一次牙㗎。快啲過嚟體驗一下啦，超正㗎！啱啱已經洗完牙，噴埋砂啦，而家開始拋光，拋完光就 OK 啦。洗完牙嘅前後對比真係好大啊，乾淨太多啦吧！大家記得1年要洗一次牙啊！如果唔係嘅話呢，牙結石就會越嚟越多噶啦。嚟拍一個 CT， 頭先洗牙嘅期間呢，我就問咗下醫生，佢話我有一個蛀牙，要拍個 CT 睇下咩情況。工作人員非常體貼咁幫我着上呢個防輻射服，開始照 CT 啦。攞到報告啦，咁我而家攞去俾醫生睇下有啲咩問題先。而家德貝美口腔只要滿60歲以上嘅香港長者都可以免費種一粒價值3980嘅美國豪星中式牙，名額100粒，
先到先得啊！快啲掃二維碼預約啦！鄭醫生，我想問下咧，牙齒剩低牙根嘅話，係咪要剝咗佢㗎？一般牙齒生的牙根了，我們還是建議盡早拔掉的，因為剩下的牙根，它肯定是因為蛀牙各種原因導致的，它牙冠已經破損了，缺失沒有了，生了牙根在裡面。牙根周圍呢，它可能會出現炎症的，炎症越大，對我們的骨頭影響就越大，所以一般我們是建議早期把它拔掉的。哦，咁缺牙如果拖住嘅話，會造成啲咩後果？如果牙齒缺失的比較久了，沒有及時去修復的話，我們旁邊的牙齒會往缺失的位置傾斜，上面對合牙呢沒有一個咬合平衡的話，它會伸長，然後導致鄰界關係不良，出現蛀牙、牙周病各種情況。都好大個喎。咁植牙後咧個傷口咧要幾耐先可以修復喎？一般我們種植牙呢，軟組織恢復大概就是3個星期左右。咁其實都好快。對的。咁幾時可以食嘢啊？只要說種植麻藥過後之後就可以吃東西了，它不需要太久。好。咁好啊，唔該晒醫生啊，冇咩問題。OK。Kiki 哥，你點樣了解到呢度㗎？朋友嚟做過，咁佢就介紹，佢話遲啲有個旅行，同埋咧呢個旅行入邊會有介紹呢一個牙齒嘅譬如種牙、補牙各方面嘅。咁我話好啦，我嚟參加了解下啦咁樣。咁嚟到咧就聽咗嘅講座啦，同埋有啲叫做視頻嘅介紹咁樣，我睇到咦幾好喎咁樣，咁就安排咗去種牙咯。所以你過咗嚟種牙係咪啊？係啦，我過嚟種牙。咁你覺得點樣啊？比我想象咧就好好多，因為咧我以前都種過嘅，我係喺香港嗰邊種嘅，咁嗰個工序咧好似比較長。咁呢度做咧，佢好似15-20分鐘就已經做晒啦。即係我都驚咧，都未開始驚上嚟嘅時候咧，佢就話做完啦咁樣。咁我覺得咦好快喎，同我喺之前種嗰個經驗咧就爭好遠。咁都幾滿意咯，好滿意嘅成個過程啊！我好煩嘅，我問咗好多嘢。咁姑娘啊，佢哋都好細心解答，咁好好感受好。唔該晒 Kiki 哥。地鐵路線福田口岸4號線坐到清湖站 C 出口，咁落個樓梯咧，對面右手邊行200米左右，見到呢個 A 區，上2樓就到啦。